撒哈拉沙漠夢想都想去嘅地方，今次美麗華旅遊完成心願，食同住都可以，稍為車程比較長少少，都值得一去。0時40分起程飛杜拜，於杜拜機場等候轉機去摩洛哥，香港去杜拜9小時，再轉機摩洛哥9小時，坐飛機幾小時食一餐，到達摩洛哥上空，開始第一個行程。開始由領隊 Tony 李先生專業介紹。在摩洛哥機場外等候旅遊巴，哈辛塔清真寺外邊廣場遊覽。清真寺於1912年所建。Grand Mughal Hotel 酒店環境唔錯，房間乾淨企理，景觀開揚。早晚餐酒店內自助餐供應，食品豐富。拉巴特皇宮外觀，195年重建。皇宮現時繼續使用。皇宮周邊非常之寬敞，門前有幾支炮台，現在拍照用途。皇宮正門，參觀完結再去其他景點。哈桑塔內有陵墓。陵墓入口處的皇家騎兵，清真寺，皇陵，陵墓內。陵墓有4個門，各有守衛。拱形門框設計優雅。參觀完皇陵，坐車去下一個景點烏達雅堡。烏達雅堡位於巴達古城以東，外形約呈三角形，扼守住240公里的布瑞格河出海口，具有重要的軍事地位。建築於山崖上的城堡，有住厚實的城牆，橫街彩繪。拉巴達是摩洛哥的首都，位於北部大西洋岸邊。最初在8世紀時是一座阿拉伯要塞，用以扼守河口通道。到了17世紀，阿拉伯王朝招募一支來自撒哈拉的烏達雅部族，進駐城堡建立部隊。目前烏達雅門情關閉藏紅，居民與遊客只能在側門出入。旅遊團午餐，面向海洋食一個豐富嘅午餐。團友享受處靜嘅環境。第1、2日行程圓滿結束，去下一個景點。